新竹渔港伫逐冬的10月开始透东北风，大量的土沙拢吹起来。其实对这个渔船仔来讲，一冬会影响超过2万只的出入。最近市政府才拄完成清沙的工程，煞有渔民讲，这有清敢若无清共款，根本都无啥路用。哇，清淤清到一坑一坑，有清跟没清一样。 渔港内底积沙严重，渔民想要出海掠鱼，看到这款情形，特别强要昏倒。南寮地区的新竹渔港最近完成疏浚工程，不过积沙状况严重，渔民讲有清等于无清共款。有清等于无清啦，要出去爱看时间。有你像永安啦，要出去人免即马免啥看时间啦，咱遮一定爱啊，一年平一年较严重啊。 即马就愈来愈严重啊！你即马看，今仔日个比上较严重。新竹渔港当年受东北风影响，积沙严重，每2年就需要疏浚一摆。今年已经清掉21万立方公尺的沙啊。市府讲，渔业署最近会搁拨经费来做清沙工程。那受限代办经费的规模，本府今年在有限的清淤量下，以清理出可通行的航道为目标办理疏浚。渔业署已增拨275万的工程设计费用。 本府课正办理招标程序中，预计明年度即可再投入3500多万的清淤工程。目前渔民若要掠鱼，只有等等老时才有办法出海，严重影响到因的收入。大家拢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斗3工解决问题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